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10月7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322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428天。前线共发生188次战斗，当中60次在波克罗夫斯克前线。目前战线的变化不大。根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的通报俄军在波克罗夫斯克和新诺沃帕夫利夫卡方向发动近100次进攻，在这个北斯洛伯然和库尔斯克方向，乌克兰防御部队击退了俄军12次攻击，敌方发动3次空袭，共投下7枚制导航空炸弹，实施了155次炮击，其中5次使用多管火箭系统。在南斯洛伯然方向，过去1周夜共发生31次战斗接触，主要在以下地区：沃夫昌斯克、胡图尔、奥德拉德尔、博洛西夫卡、库特基夫卡、卡缅卡和扎帕德内。在库皮扬斯克方向记录到8次敌军的攻击，乌军在库皮扬斯克和彼得罗帕夫利夫卡附近击退了敌方的进攻行动。乌军的领土防御部队司令叫普拉胡塔少将声称，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地区已经解放了180平方公里的国土，并且清剿了近200平方公里范围内的敌方破坏小组。乌军在各个方向均有行动，但是目前最激烈的战线集中在库皮扬斯克、多列斯克和新帕夫利夫卡地区，其中波克罗夫斯克方向最为艰难，因其仍是俄军主要突击方向。此区敌军尝试进攻次数最多，但是乌军防御部队成功击退了俄军的所有攻势。乌军正在该区域实施反攻行动，逐步收复领土。这个普拉胡塔还说当前战线形势对乌军所有部队均构成严峻挑战，俄军正频繁利用空军投掷滑翔炸弹，并且试图通过炮兵和无人机建立密集火力控制，这为乌军的后勤补给和伤员撤离增加了困难。乌军总司令希尔斯基透露乌军让占领军付出了极大的伤亡代价，占领军在前线仍难取得有效进展，甚至在局部出现了败退的迹象。由于在俄乌对垒的前线这个战线上出现了大概20到30公里的这么宽的一个可以说叫死亡地带，这个死亡地带由双方的无人机在控制，并且被双方各种类型的炮火所覆盖。在这个区域前线阵地与无人区的界限十分模糊，到处混杂乌军、俄军掩体攻势，传统的前线已经不存在，因为它被天空中布满的无人机给打乱或冲淡。这个死亡地带内部都是战壕、废墟、弹坑、被摧毁的基础设施、雷场、电线，有时阵地会交错，战壕的一头在乌方，另一头在俄方。比如在多布罗皮利亚方向，俄军的阵地被乌军包围，但其中的俄军仍然活着，因为俄军也有小型无人机和重型无人机运送补给，有时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乌方阵地被俄军包围，俄军还在上方，也就是说俄军有地下堡垒，也就是现在双方在前线是一种这个叫焦灼状态，所以战线的变化不会太大。那接下来就是双方的互相轰炸当地时间10月5日夜到6日凌晨，根据乌克兰空军发布的信息，俄罗斯军队总计向乌克兰发射了496架无人机和53枚不同型号的导弹。乌克兰防空部队击落或干扰了439架无人机，击落39枚导弹。利沃夫成为俄军本次空袭的重点打击目标。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中校称，俄军本次发射的所有导弹都瞄准了利沃夫，承认一些目标被俄军击中，导弹数量如此之多，从各个方向飞来，形成半环状包围了乌克兰，从海上、空中和陆地。利沃夫遭遇了长达4个小时的导弹和自杀式无人机攻击，导致该市部分地区断电。那乌克兰对俄罗斯呢也是坚决回击当地时间5日晚上，俄罗斯别尔格莱德遭无人机袭击，城市部分地区断电。别尔格莱德州这个市长在电报频道
证实乌军的打击造成了该州大停电。乌军不仅打击了别尔格莱德州的这个变电站，还袭击了这个俄罗斯叫夏诺夫格勒德州杰尔任斯克的斯维尔德洛夫工厂。斯维尔德洛夫工厂是一家大型的炸药制造商，专门生产黑索金和奥克托金，也就是这个各种炸药同时乌克兰还打击了这个克里米亚最大的叫费奥多西亚油库。该油库遭无人机打击之后现场浓烟滚滚，发生大火。根据俄罗斯方面在电报频道中的说法这个说火灾确实发生在炼油厂内，并称原因是焊接作业中的技术违规，也就是烟头惹的祸。然而就在此前不久，俄方还声称克里米亚半岛面临空中威胁和不明无人机的威胁，海上交通和克里米亚大桥的通行也一度中断。费奥多西亚有一座战略性炼油厂，对俄军和克里米亚民用基础设施燃料供应至关重要。这个费奥多西亚这个炼油厂也是遭到乌军的重点关照另外被占领的克里米亚最大的石油码头也遭到了乌军的无人机的攻击，并且发生大火，数十公里外都可以看到火焰。克里米亚燃料短缺已迫使当局削减公交线路，目前缺口已达到需求的 56%。 汽油实行限量供应，每人仅20升，并且位于诺菲奥多里夫卡的叫萨基空军基地也遭到了这个乌军无人机的光临。俄罗斯的国防部声称其军队一夜之间击落了251架乌克兰无人机，其中大部分在黑海和克里米亚上空。位于莫斯科附近的梁赞大型炼油厂日产量高达34万桶，昨天遭到乌军的第5次袭击，也就是俄罗斯的很多炼油厂是遭到乌军无人机的反复打击这个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他说最有效的制裁就是去俄罗斯的炼油厂放火，这是旨在削弱莫斯科战斗力的最重要施压手段。今年以来，俄罗斯38家最大炼油厂中至少有21家遭受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较2024年全年增长了 48%， 其中8月和9月尤为突出，分别发生14起和8起袭击。据俄罗斯深夜人报报道，俄罗斯每月汽油消费量约有 20% 出现短缺，即200万吨汽油短缺约40万吨，约有1/5的加油站已经完全停止销售汽油。为了应对汽油短缺，俄罗斯开始从其他国家进口汽油。俄罗斯从白俄罗斯汽油进口量同比增长 36%， 9月份环比增长 168%， 然而进口量仍然远远不足，也就是白俄罗斯的这个汽油的产量本身就有限了。然后这个经济学人他发表了一篇文章，说这个乌克兰的地狱之火正让克里姆林宫陷入燃料危机。他的文章这么说的他说近半数俄罗斯炼油厂遭无人机的导弹重创。这个经济学人大家也知道这个曾经有很多这个预言都是不可思议的，比如他预测这个苏联的解体。昨天他这篇文章说乌克兰持续对俄罗斯的能源基础设施发动致命打击，攻势节奏愈发紧凑。自8月起，乌军对俄境内炼油厂及燃料运输体系展开了一系列协调一致的无人机袭击，攻击频率已从每周2-3次增至4-5次，眼下几乎逼近每日一击。在过去短短1周内，乌克兰重创了黑海新罗西斯克的大型石油出口终端，远在1300公里外的巴什科尔托斯坦的炼油厂综合体，以及距离乌克兰1000余公里外的楚什瓦共和国一座输油泵站。10月1日，亚罗斯拉夫尔的一家大型炼油厂也被击中，但俄方坚称事故系技术问题，并非无人机袭击所致。9月25日，乌克兰总司令谢尔斯基在谈及代号为深度打击行动时指出，在不到2个月时间里，该行动已摧毁85个高价值目标，敌方军工体系能力已被大幅削弱，这一点在战场上清晰可见。不过尽管谢尔斯基将军强调了对军事设施和武器工厂的攻击，真正改变战争格局的与舆论走向的是乌克兰对炼油厂的持续精准打击。这一策略不仅削弱了俄罗斯的燃料供应，也似乎动摇了特朗普对乌克兰前景的悲观看法。经济学人他说截至8月底，路透社报道的约有 17% 的俄罗斯炼油产能被暂时削弱，如今这一比例显然更高。据一些未经
证实的消息称，受影响的产能可能达到40%，其中约20%在任意时刻处于停运状态。这个研究机构啊叫能源观点估算，这相当于俄罗斯每日损失超过100万桶原油。卡内基俄罗斯欧亚中心的叫谢尔盖瓦库连科提醒说，这些数据具有波动性，因为多数设施仍可修复。然而他也承认，如今的攻势规模与强度已远非以往任何阶段可比。阿格斯媒体欧洲油品定价主管叫本尼迪克特乔治表示他说乌克兰迄今已袭击了俄罗斯36座炼油厂中的16座，虽然这些设施在技术上仍可修复，但经过多次轰炸后，损坏往往会变得不可逆转，这就是咱们常说的量变到质变了。据他透露，其中一些炼油厂已遭袭击多达3次，就是反复轰炸其中包括位于梁站的一座大型燃料加工厂。这座距离莫斯科约200公里的炼油厂，平时日产可达34万桶，被摧毁的劣化装置负责将原油分解为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料，是重建中最棘手的部分。不仅造价极高，而且受制于制裁，几乎无法替换这些设备。乔治指出俄罗斯的柴油出口量比去年同期下降了约30%，跌至2020年以来的最低点。作为全球第2大柴油出口国，俄罗斯的批发油价正急剧上涨。如今，从远东的弗拉迪沃斯托克到莫斯科附近的伏尔加地区，全国各地加油站都排起了长达数公里的车队。一些地方政府被迫实施燃油配给，也就是开始计划竞价油票。在被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司机每次最多只能购买30升燃料，现在已经改成20升了情况尤为紧张。俄罗斯的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9月25日宣布对柴油出口实施部分禁令，并将原有的汽油出口禁令延长至年底。前俄罗斯石油公司战略总监瓦库连科指出这一政策对独立能源企业和石油市场投机者打击最大。他表示石油产品市场如今极度不安。2023年俄罗斯精炼油品出口总额达到521亿美元，那这笔收入可不小2025年恐怕就泡汤了经济学人这篇文章还说乌克兰的打击还波及到输油站和储油库，包括9月中旬对波罗的海最大石油装载港口叫普里莫尔斯克大规模袭击。不过瓦库连科认为这类设施不易被彻底摧毁，目前也没有迹象显示俄罗斯原油出口明显减少，但与精炼油相比，原油出口的利润要低得多。实际上也就是你要炸那个管道意义不大，那个比较好修复，那个炸泵站呢有点作用，因为很多设备它是进口的，最好是炸那炼油厂，因为炼油厂里有很多设备俄罗斯是自己造不了，只能从大国进口。但是大国进口的这些设备，要么他们就用不了，不匹配，要么就是匹配上了质量各个都有存在就是重大问题。因为人家那个炼油系统炼油厂都是法国或者德国或者美国企业在那儿帮他们设计制造的，你把大国的设备给它装上，它就水土不服，问题多所以打击炼油厂那是软肋。这个文章说他说乌克兰人正处于攻势的高峰。英国战略学家劳伦斯·弗里德曼爵士评论道，俄罗斯人陷入了麻烦，他们无力阻止，而乌克兰人也没有理由放慢节奏。俄罗斯的问题在于目标数量庞大，分布地域广阔，也就是俄罗斯这个土地广阔它既是优点也是缺点，它自己也没法防。经历3年多的战争，其防空系统已显疲态。尽管乌克兰使用的自杀式无人机飞行速度缓慢，弹头仅重60到120公斤，但其射程和精度足以造成严重破坏。也就是乌克兰这是远程无人机这个大家也能理解，对不对？飞得越远，那它这个弹头重量就越轻，那弹头重量越轻实际上它的这个破坏力就越弱，但是这个飞行的精准度打击的精准度弥补了这些不足。这个经济学人就说了这个乌克兰打击俄罗斯的这些武器是什么呢？他说约60%的纵深打击由乌克兰火点公司制造的 FP-1 无人机执行。这种无人机虽然载荷较小，却能深入俄罗斯境内1500公里执行任务，其先进的软件系统已被证明能有效抵御强烈的电子
子干扰。更重要的是，乌克兰武器专家指出 ，FP-1 造价仅约5.5万美，目前日产量已超过100架。乌克兰还部署了更重型、更昂贵的烈焰无人机，射程可达2000公里，并搭载经过实战验证的机器视觉系统，实现高精度制导。也就是说啊，人家不需要再通过这个信号来这个制导了，他就直接把那个地图啊，对吧，加载到这个系统里面，然后通过这个叫机器视觉系统就识别，所以你干扰它没有用。经济学人还说啊，此外，据报道，乌克兰已开始使用 FP-5 火烈鸟巡航导弹，该导弹飞行速度远超无人机，贴地仅50米高，射程超过3000公里，搭载重达1150公斤的战斗部，那这个威力巨大了啊，对吧？1吨重的这个战斗部啊，威力惊人呐，这个可以打击这个地下目标啊。如果它能突破俄罗斯防空系统，将使乌克兰的深度打击行动迈入新的破坏层级。凭借远程飞行能力，它可不断改变航向，以迷惑防御系统。FP-5 采用改装的苏联时期涡扇发动机，其碳纤维机身生产仅需6小时。目前，火点公司每日可生产2到3枚 FP-5，预计本月下旬将增至每日7枚，每枚巡航导弹成本约为50万美元。而相比之下，美国战斧导弹价格高出4倍，射程更短，载荷更轻，尽管更精确，也更难拦截，但成本效益明显不如 FP-5 啊。俄罗斯的战略空袭主要着眼于恐吓乌克兰城市，而乌克兰的空袭则直击俄罗斯的战争命脉。正如瓦库连科所言，这些打击不会让俄罗斯经济立刻停摆，但对其战争资金来源的打击将持续加深。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也切身体会到，这场战争正在逼近他们自己。经济学人的这篇文章啊，实际上就肯定了啊，这个乌军啊持续不断对俄罗斯这种潜在的打击啊，对它炼油厂的啊持续不断的这个轰炸，实际上就导致战争的转折点已经为期不远。美国的退役上校啊斯威特对俄乌战争的持续时间做出推测，说俄罗斯显然无法再持续战争数年之久，因为其经济和社会储备正在耗尽。据这位美国上校称，战争的转折点已为期不远，连这个莫斯科地区啊都已经明显受到了影响。俄罗斯的油荒已波及莫斯科，全国有40%的炼油厂因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受损，导致燃料严重短缺，多地已经开始凭票供应。莫斯科及周边地区加油站普遍限购每车仅能加注10至20升汽油，即便如此，也是10站9空，居民排长队仍然无油可加。虽然紧急从大国等国家进口燃油，但危机仍从远东克里米亚蔓延至20多个地区，供应紧张局势持续恶化。关于这个俄罗斯人呢，开着车排着长队啊，长长的队伍在加油站等待加油的这些视频啊，网上非常多啊。而对这一切啊，俄罗斯是束手无策，根本没有办法解决。实际上，对乌克兰来说啊，目前要做的就是不仅要提升啊这种导弹的产量，还要降低成本。成本越低啊，这个俄罗斯就失血更快。刚才说了，火烈鸟导弹成本50万美元，对吧？如果成本再下降一半，那是什么概念？所以我在以前就说了啊，这个再这么打下去，你特朗普给不给战斧导弹都无所谓了，因为他这个成本一下来，对吧？它本来成本就是战斧的导弹的1/4了，如果再降一半，对吧？那导弹成本恨不得是战斧的1/10的成本，那就是精度啊，还有那个抗干扰能力差一点，对吧？就是它的这个隐身功能差一点。那人家10枚导弹过去叫群狼战术啊，饱和攻击啊，1枚战斧导弹好对付，10枚火烈鸟导弹你怎么对付啊？而且啊，随着这个战争的推进啊，我相信乌克兰一定会啊，这个不仅它产量上来，而且成本也会下去。这样的话，如果一天100多枚导弹再飞向俄罗斯全国各地，那是什么概念？每天都有。这个战争研究组啊，他认为啊，他说俄军啊很可能正在储存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为每年的冬季风暴做准备。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战争3年来，这个冬天对吧，俄军就要加大对乌克兰的打击，因为这样的话打击它能源设施，造成乌克兰这个冬季停电，对吧？供暖都出问题。那么今年我看这形势要发生变化了，你俄军打
打击乌克兰的这个能源设施，那乌克兰也会加大对俄罗斯的打击，双方就是互害啊，看谁能扛得住。这个战争研究所他说俄军在过去的9月仅发射10几枚导弹，而在8月份则发射了40枚以上的各类导弹。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这个俄罗斯在攒这些导弹，准备到了冬天啊，对吧？一次发出来，给乌克兰造成损失，要饱和式打击啊。通过乌克兰军方发布的防空战报，俄军在近期一系列空袭中发射的导弹数量明显减少，尤其是在大规模空袭间隔期的每天小规模袭扰中，很多时候经常只发射1、2枚导弹，甚至不发射导弹。但发射的这1、2枚导弹通常是伊斯坎德尔 M 或匕首，相比巡航导弹，经过改进后的这些俄军弹道导弹突防能力大增，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效率大幅下降。有媒体报道说俄军得到了某些国家的这个技术支持，让他的这个巡航导弹的这个被拦截的可能性大幅下降，抗干扰能力这个上升。当然这都是媒体报道。你看这个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就俄罗斯升级伊斯坎德尔和匕首导弹以规避爱国者系统的报道做出回应。你看媒体报道了，然后这个乌克兰空军发言人还回应了，他证实这些导弹采用准弹道轨迹，在目标附近进行机动变轨，增加了爱国者系统自动拦截计算的难度，导致拦截更加困难。这种变轨技术据说全世界也就这么2、3个国家。在10月5日晚，这个泽连斯基他说在全面战争的第4年，俄罗斯继续接收来自各国用于制造武器的零部件。他说目前俄罗斯对乌克兰大规模联合打击中，最近一次俄罗斯使用了549件武器，其中包含102785个外国制造的零部件，来自美国、大国、英国、德国、瑞士、日本、韩国和荷兰的公司发射的攻击无人机包含100688个外国制造部件，伊斯坎德尔导弹的1500个部件，匕首导弹192个部件，405个部件位于口径导弹。特别是美国公司生产的 KH-101导弹和沙赫德无人机的转换器，这些无人机和匕首导弹的矩阵、无人机和导弹的数模转换器以及导弹的微电子产品，每个沙赫德至少有50台各种微电子器件在大国生产。泽连斯基说的这些恐怕没错确实是这样的。因为作为零部件，那恐怕各个国家都在生产，完了之后你往世界一卖，你也不知道怎么就到了俄罗斯。这很显然如果要想让俄罗斯没有办法接受这些电子元器件产品的话，那除非对俄罗斯进行封锁，但是现实也做不到。因为俄罗斯这个不仅这个边界太长，对吧？路上边界也那么长，陆地上那么多国家，怎么封锁呢？中亚很多国家现在就靠给俄罗斯做转口贸易赚钱，他们从欧洲进口这些电子元器件，对吧？反手直接就送进俄罗斯，这都是公开秘密，你怎么管？最好的办法实际上就是提高成本，也就是说这个美西方还有乌克兰把重点要放在打击俄罗斯的这个外汇收入上面。他没有了外汇，他拿什么钱去买呢？他没有钱买，哪个国家会送给他，对吧？如果他不付钱，你说那个什么格鲁吉亚、什么哈萨克斯坦等等，他们就不会做这种转口贸易。所以泽连斯基还有这个欧洲要做的实际上就是打击俄罗斯的钱袋子继续，对吧？让俄罗斯的外汇收入快速的清零。泽连斯基他说自俄罗斯全面侵略开始以来，乌克兰国防工业产能已增长了10倍，仅无人机和导弹一项，我们生产潜力明年就将达到350亿美元。前线使用的武器中已有超过40%是在乌克兰制造或与乌克兰合作生产。现在甚至乌克兰还考虑无人机的出口，而且无人机还要卖给美国，还要跟欧洲合作建立无人机墙，也就乌克兰这边是越打越强。所以此消彼长这俄罗斯就一天不如一天了。在哥本哈根举行的欧洲峰会开幕式上，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他说面对俄罗斯欧洲绝不能表现出任何软弱，并强调我们正处于俄罗斯的对抗之中。马克龙特别提到近期俄罗斯多次违反欧洲空域的事件，指出这类行为不能被忽视或放任。他呼吁欧盟成员国展现团结与坚定立场，以维护欧洲的安全与主权。这个欧洲确实显得这个步调比较缓慢，而且就现在欧洲内部也不团结，还出现了这个匈牙利斯洛伐克这样的反骨仔。据说这个捷克很有可能也要变天了。现在欧洲到处都有无人机，这些无人机到底是谁的呢？虽然目前还不清楚，但是
目标都是指向俄罗斯啊。普京实际上就用这种方式啊，在试探欧洲和北约。泽连斯基再次向欧盟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喊话。泽连斯基说啊，俄罗斯人无视这个世界的这个希望啊，就是停火，并且每天还要发射500架沙河的无人机。这个他呼吁欧盟和美国该拿出实际行动，也就是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面对俄罗斯如此袭击，国际社会尚未做出应有的强硬回应。正像刚才经济学人所说啊，俄罗斯的这个战争经济还能坚持多久？俄罗斯计划在接下来的3年中，将大约40%的总预算支出用于战争和安全。为此，俄罗斯将把增值税从20%提高到22%，并对中小型企业增加税收。战争对于俄罗斯来说代价高昂。俄罗斯当局还表示啊，俄罗斯人应该准备好在未来5到8年接受战争预算。这明确表明俄罗斯不会在近期停止战争，这是一场长期消耗战。那么为了支持战争啊，俄罗斯将削减10%在占领的乌克兰领土上支出，也就是所谓的这个新地区啊，其中最大的削减要减少22%，也就是普京啊要在这些新占领的地区啊要削减预算。本来这预算是用来干什么呢？给这些被炮火、被战火摧毁家园的人建设新住宅。结果现在缩减啊22%的预算，那也就是意味着很多人的这个盼着的这个新的家园也很难建成，又要成为烂尾楼啊，因为缺钱呢。而为了这个扩大兵源，为了这个保证前线的这个兵源，那俄罗斯正在运用中简单粗暴的方式解决征兵问题，那就是砸钱，也就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前线士兵一个月能拿到40万卢布，签约金高达255万卢布。这笔钱虽然在莫斯科不算什么，但在布里亚特、图瓦这些偏远地区简直就是一笔巨款。华尔街日报发现，图瓦地区的居民取税额因为这笔血筹都出现了明显增长。这个也就是图瓦地区、布里亚特地区实际上是拿人命去换钱。这种策略的核心啊，就是用经济杠杆撬动那些最需要钱的人，同时避免惊动城市里的中产阶层。俄罗斯的主体民族不动，让少数裔和穷人去填战线，政治风险降到了最低。对那些人口本不足1500人的乌德盖尔人来说啊，这几乎拿整个民族和未来在赌博。说俄罗斯的这个招聘网已经撒向全世界，从中亚到尼泊尔、印度甚至古巴，用高薪和简化的入境手续吸引外国人参战。英国国防部的数据显示啊，俄罗斯每月能补充约3万兵力，数量上去了啊，但是质量却下来了。速成班出来的士兵战斗力可想而知，最终只能在前线投入高消耗的绞肉机战术。这套啊用金钱换人命的系统，把俄罗斯的经济、社会和人口都绑在了战车上。华尔街日报说啊，它很务实，但代价极其高昂。所以看看俄罗斯还能坚持多久。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会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